台湾基进的立委陈柏惟用台基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，说引起冲突。保基团体今仔日来到立法院门口抗议，因认为立法院无应该把翻译的服务停掉，颠倒是爱有制度来执行。东部统一就爱用。立委陈柏惟日前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的时阵，头一届使用通译新制，引发伤济了后，立法院宣布先暂停办理。几若个民间保基团体离到伫立法院的门口抗议，希望政府单位唔通只打出一卡步，就要收回来。族群的通译无共语言通译人才，就是过去拢唔捌咧培养，即马应该爱顺即个势开始，大量有规划来培养多语言互相翻译的人才，这就是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重要的脚步，唔通因为一点点仔无顺势，就来停办。保基社团除了诉求政府单位应该培养通译人才，国家语言通译证照嘛要照制度化，而且国会、政府机关、官员等等，嘛拢应该学习善用同步翻译，强化质询效率，落实语言平权，国家才会向前一步。你看联合国伊拢同步翻译，联合国遐个会员敢捌伫遐咧冤家相拍，毋捌咧。所以同步翻译就是有透过一个咱讲缓冲期啦，有一个短细的时间，互相会伫较冷静、较思考、较尊重对方的语言。现场嘛有不少少年人支持统一政策，嘛有人带囡仔来上顶保基的传承，阁有关注民青年表达立法院也阁无关注民的统一，希望嘛着甲族语吹回来，用行动展现追求国家语言发展法，传达多元文化的声音。立法院是表示会阁重新来检讨规划，设备甲行政院、立委等等沟通后，阁看续落来安怎安排。记者陈雅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